欢喜学台语，真福气的阿嬷，今日要来讲31篇，主题叫做爱的叮当。在先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。第一小节，叮当叮当，是啥人咧试电铃呢？我开门看卖，阿孙呢叫热。转来台湾，来阿嬷的身躯边，你是愈白愈悬愈远，是北极星的温柔，互阿嬷感动。你伫细汉的时阵，看到你伫腰高仔内底，两蕊目睭大大蕊，酷酷然看来看去。就是爱阿嬷教我抱，教我抱。第二小节，叮当叮当，啥人咧试电铃呢？阿嬷开门看卖，哇，乖孙呢是南极星光，金光闪闪。小热要转来找阿嬷佚佗，退喘一下。第三小节，恁大家看卖啊咧，阿嬷上爱种的花草，伫个围墙仔遮，一花一草一木，有盛开的玫瑰花，遮侪蕊，敢若亲像恁甲阿嬷咧问好，互相笑眯眯，阁有清香的花味。第四小节，记忆中细汉的时阵，恁真爱耍，真爱爬悬爬低，咧软桌仔骹嘛要拼输赢，米小吹走裤裤嘛要比赛，叫阿嬷做裁判，两兄弟拢总赢，两兄弟拢总输，无输无赢，较公平。第五小节，恁即马袂使像阿公水族箱饲的金鱼收来收去哦。到一个阶段，爱有一个安定的就业。食头路回馈社会，安定落来生活，这是阿嬷的祝福。落尾，盼望咱大家每一个人的家庭，对囡仔兄囡仔姐，歇热的期间，转来爸母的厝、阿公阿嬷的厝，互相有温暖的亲情的花味。送互咱的逝世好梦幻，互因有一个好的花味，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趣味，再会。